好多家長希望自己嘅孩子有出息，呢包括誠實 （honesty）、自立 （independent）、公正 （equitable）。不過，若自己已經好努力，但睇到其他人因為先天家庭條件比自己好，好似不費吹灰之力已經好出色，便容易產生妒忌。乜嘢健康食品能夠防止妒忌？人性嘅至高境界叫平常心。正如赤壁賦，是非成敗轉頭空。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談中。我哋喜歡別人稱讚，越付出越想別人知道同讚賞。如果覺得自己出咗力，但冇讚賞，冇被表揚，同一時間人哋只像精式出咗力，但卻被表揚，嗰邊覺得好唔公平，妒忌之心油然而生。關鍵係一個神經傳導物多巴胺。多巴胺 dopamine 正係獎勵嘅神經傳導物。牛黃素能溫和地透過黏附喺多巴胺神經細胞表面嘅 GABA 接收體，刺激多巴胺神經細胞分泌多巴胺。